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平安。今天5月13日，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、上帝的话语。让我们来当中去经历上帝的恩典。我们的神要带领我们，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要不断的诉说上帝的恩典、上帝的大能与上帝的荣耀。我们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将自己摆上。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，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，张开双手，万物的宝足，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。神坐在宝座上，圣殿充满荣耀，万民敬拜全能的神，我们尊崇你，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。是我们的神。
主，我们感谢你恩典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也愿主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，单单敬拜你，单单的仰望你，让我们来到众人面前，来诉说天父的荣耀，来诉说你奇妙的作为，摊开我们的口，张开我们的手，来敬拜你，来领受你的恩典。主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也愿主你悦纳我们所敬拜的，也愿你充满在你的殿，充满在这许多的地方，让我们所到的地方都是你所洁净的，也让我们在当中，你也对我们这样说，就像你对摩西、对约书亚所说的：脱下你的鞋，因为你所在的地方是圣的。所以让我们在当中进到你的殿，进到这许多地方，脱下我们不洁净的，因为这是你所在的地方，是圣洁的地方。主，愿我们的生命被主你来得着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，恭敬的将自己仰望在主你手中，摆在主你面前。愿主你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。感谢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面前。感谢主，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平安。今天5月13日，我们要读的经文在列王纪上第16章第15节到第28节。列王纪上第16章第15节到第28节。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，一起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犹大王亚撒在位的第27年，新历在得撒作王7天。那时，以色列的军队正在围攻非利士的基比顿城。当他们听说新历背叛王，刺杀了王，他们就在那里拥立暗利统帅做以色列王。暗利跟他的军队离开基比顿，去围攻得撒。新历见城已经陷落，就进入王宫的内城堡，放火焚烧宫殿，把自己烧死。这是因为新历犯罪得罪上主的结果。他像耶罗波一样，不但自己犯罪，又使以色列人犯罪，激怒了上主。新历其他的事迹，包括他阴谋背叛王的经过，一一记载在以色列列王史上。以色列人民分成两派，一半要立基纳的儿子提比尼做王，另一半拥护暗利。最后，那些要暗利做王的人胜了。提比尼死后，暗利就做了王。犹大王亚撒在位的第31年，暗利做以色列王。他在位12年，前6年在得撒。后来，他用6000块银子从一个名叫撒玛的人那里买来撒玛利亚山。暗利在这山上建造一座城，按照这山原主撒玛的名字，给他起名叫撒玛利亚。暗利比他先前所有的王犯了更重的罪，做了上主看为邪恶的事。他像耶罗波安一样，不但自己犯罪，又使以色列人犯罪，拜偶像，激怒了上主以色列的上帝。暗利其他的事迹和他一切的攻击，一一记载在以色列列王史上。暗利死后，葬在撒玛利亚，他的儿子亚哈继承他做王。
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列王纪上第16章第15节到第21节，让我们用一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领受，来默想今天的经文。
大家平安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大家怎么去感受今天的经文？或许会觉得今天在这段时间的所读的经文好像很乱，好像这个家庭里面、这个国家里面有很多的事情在发生。确实有许多的事情一直在当中，一直很多的混乱。但是这样的混乱，有没有想过，就是因为我们的不顺服？这样的混乱就在于我们想要自己的东西，我们抢来抢去，抢到后来是整个混乱。所以在这当中，当我们在读列王记的时候，这几天所读的就是这个王，上帝给他的，他不顺服，后面有些人就来抢他的位置，后续一直有人来抢这个位置，而抢了之后呢，也一直在得罪上帝，一直没有顺服上帝。重点在于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，上帝所拣选的，而在这当中也是他们自己说他们要立一个王，所以上帝给他们扫罗王、大卫王。所以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更重要的是，你要不要顺服上帝？不管有没有王，在当中有没有回到上帝面前，让上帝来带领。因此在当中，我们看到了一直在当中，这些人得罪上帝，就是他们远离上帝，他们离开了上帝，他们没有顺服上帝，没有敬拜上帝。因此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了事情一直在这样的状况当中。所以前面我们看到了，在巴沙去抢了这个位置之后，后来他的儿子以拉上位，以拉上来之后又被抢了，又被希利抢了他们的位置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犹大王亚撒在位的第27年，希利在得撒做王7天。因此在这当中我们看到抢了这位置的第7天，希利在当中前面那7天，他把巴沙的儿子以拉杀死，把他们全家都杀死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前面有几个地方在讲到说，这些家庭怎么样？若他们在城里面被杀死，狗会吃他们的肉；如果在城外，是鸟去吃他们的肉。所以这当中也看到他们死无葬身之地。因此在当中我们看到，在这样的事情当中，这个希利当王，当然他当这个王是强来的，他是篡位。他篡位的时候，其实在当中也可以看到，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并不服，他们并不喜欢他来当王，他们并不愿意顺服他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许多事件在发生，也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。所以希利做王那时候，以色列军队正在围攻非利士的基比顿城，那时候正在打仗，在打仗的时候竟然发生篡位的事情。所以他们在打仗的时候，他们听到了希利背叛的王，把王刺杀了。所以他们当时就在那边拥立暗利统帅做以色列王。相较之下，暗利是得民心的，至少是得军心的，因为暗利带着军队去打仗。所以在当中也看到前面在作战，后面在放火，后面发生火灾。在这许多事情当中，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些事情？在这里面，在这当中，不管这些事情怎么发生，去看到的是，在这样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他们是跟着巴沙王的。在这当中，他们是让暗利带着军队去打仗的。因此，在这里面有没有看到，在这当中会不会也发生在家庭，
发生在国家，发生在教会，有这样的事情。当大家去征战，当大家去布道、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后面却有很多的事情。其实，在很多单位都是如此，有很多人很喜欢说闲言闲语，很多人很喜欢去放火，很多人喜欢去放话。其实，在这些过程当中，也造成了很大的动荡在这里面。所以，这当中我们看到，在这样的国家动荡当中，在耶罗波安开始的这个国家当中，其实有很多问题。虽然耶罗波安在位22年，然而在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国家一直无法很稳定的发展，因为耶罗波安的不安全感，他一直带着这些军队一直在打仗，跟旁边的国家打仗，跟南边的犹大国来打仗，跟南国在打仗，南北国一直在这样打仗，一直动荡不安。其实，在当中我们看到了我们生命的不安，也会造成其他人生命的不安，也会造成了这许多的状况。所以在当中也在看到说，你的生命有没有健康？你的生命有没有健康是很重要的。而这样健康并不单单只是说我们去做心理咨商，让我们生命健康而已。更重要是我们的灵的平安，我们灵的平安。所以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不管是南国或北国，一直在呈现的是那种灵的不平安，心的不平安。所以在他们心跟灵都不平安的状况当中，他们就呈现出许多的状况。所以这状况最特别的是凸显在耶罗波安跟罗波安的身上。罗波安他不知道怎么做王，他听了很多人的话，他不知道怎么样决定，他做错的决定。不管他选择哪一个决定，更重要的是他选择错了，他没有来跟随耶和华上帝。他不是单单来敬拜耶和华上帝，他去拜别的神。罗波安也是一样，他的不安全感从这当中，我们看到耶罗波安他铸造了金牛，建造了很多的神庙，而在当中甚至有更多很夸张的事情在当中发生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接下来不管是新历，或者说案例或后续的人，一直在出现的是，他们一直在做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，甚至做的比耶罗波安更恶的事情，上帝更不喜悦的事情持续在发生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的选择是什么？我们常在想要说，你的选择是什么？你在选择的是上帝的带领，你在选择的是上帝的话语，你在选择的是敬拜上帝，或者是你去敬拜别的神。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所罗门王，他一开始好像是敬拜上帝的，他盖了圣殿，他在许多地方在献祭，但是后来我们看到他却不仅是如此而已，他开始拜别的神。所以当中这边提到说，当他们听说新历背叛王，刺杀了王，他们就在那边拥立他们的统帅暗利来做以色列王。暗利跟他的军队离开基比顿去围攻得上。所以在那个情况当中，他们不再对外打仗了，他们回来回到国家，回到王所在的地方得撒去打仗，去围攻得撒。所以心里以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，很好的机会，那个暗利去打仗了，军队在外面，我在这边抢了这个王位，我就可以安稳做这个王。当他们回来的时候，这王位已经是我的了。有很多人会有这样打算，但是不管怎么打算，我们看到这都是错的。所以从耶罗波安开始，这些人所选择都一直是选择错误的。所以这当中，不管北国南国，其实圣经里面在讲到说，他们不像大卫一样，也在讲到说，他们像耶罗波安或罗波安一样，甚至做比他们更恶的事情。因此在当中，我们看到暗利这时候被拥立为王，他已经不打仗了。这时候已经不是打仗的时刻了，这时候要回来，因为当你没有回来围攻得撒，没有回来抢这个位置，你在那边打仗，后面失火，后续呢给你断粮，你这仗怎么继续打？你这仗怎么继续打？这也像是我们之前在做幸福小组的时候，那时候也在讲，当我们在做幸福小组的时候，是在前面冲锋，在前面打仗，
但是后面要有很多人做后勤的单位，帮这些弟兄姐妹们、这些同工们去预备这许多的包含礼物或卡片，更重要的是持续的为着这些弟兄姐妹以及这些被死来祷告，而不是在后面吵吵乱乱的。在后面继续吵吵闹闹的，那前面这些幸福小组也不用做了，因为在当中人跟人不合的时候，这幸福小组带不出人来，带出人来也会像这样的很乱的一群人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案例的选择也是对的，不要再打仗了，回来把国家安定下来。你没有安定，你要怎么继续打仗呢？所以势必要选择回来，所以他选择了回来，围攻得上。而在这过程当中，我们看到最精锐的军队都在暗利的手上，所以新利他可以怎么打？这边讲到说，新利见神已经沦陷了，已经陷落了，他就进到王宫内的城堡，放火烧王宫殿，把自己烧死。所以他如果继续打仗，他被俘虏了，被抓了，可能也会被他杀头，然后把他吊在城门口。所以他决定，反正都是死，被抓也是死，所以自己决定就自焚吧，就放火烧皇宫，把自己烧死。所以他当王其实没有很长，短短的一些时间而已。因此在当中，我们看到这样的人，上帝也不留他，人也容纳不了，无法容纳得了他的留下来。所以这当中我们去看这样的人，在当中大家容不下他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心里犯罪，得罪上主的结果。在当中我们看到，在这事情呈现，他杀死了王，他去篡位，那这位置是上帝要给他的吗？这边又讲，他跟耶罗波安一样，不但自己犯罪，又使以色列人犯罪，激怒了上主。或许这边没有讲太多，他到底犯了什么罪，但是常常都是这样，他跟耶罗波安一样犯了罪，不但自己犯罪，而且还让以色列人跟着他一起犯罪。所以当中有没有看到一直出现某一些指标性的人？耶罗波安、大卫是这样子顺服上帝，所以庇荫了他的子孙，祝福他的子孙。然而这当中一直在讲到耶罗波安，他做的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，他所做的是犯罪，是上帝所不喜悦的，而且不止自己犯罪，还带着人民一起犯罪。前面讲到，我们看前面的经文讲到说，耶罗波安他的犯罪是因为他的害怕，是因为他的不安全感，所以他自己铸造了金牛，建造了神殿，而且在当中摆在伯特利跟但，让所有的人去拜。他带着所有人去拜，所以当中得罪了上帝，也让其他人得罪上帝，既犯罪，也让以色列人跟着犯罪。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心利也是一样。所以简单的提到这几个字而已，心利跟耶罗波安一样，不止自己犯罪，也带着以色列人一起犯罪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这边最后提到说，心利他其他的事迹，包含他阴谋背叛王的经过，都被记了下来。当然或许这边也应该说承认他也当过那么短期的王，所以也记在以色列列王史中。因此在当中有新的选择了，以色列人他们可以选择到底要永立、提比尼或安立。这种状况就很像是在今年选举一样，前面的总统即将要到任了，他无法连任了，他即将要到任了，有一个新的选择出来，所以这当中大家都会开始选择要这个还是那一个，有很多新的选项可以出现。
通常我们没有太多意外的话，都会选择连任的。但这时候新的选择了，这边也是一样，前面的那个家族已经被歼灭了，已经被灭族了，而前面这个篡位的也被杀死，也被烧死了，所以有新的选择。而在当中，这些人们开始在选择要提比尼或者是暗利，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选择都还是在人的选择，因此我们看到一直在出现的就是我们的选择还是在人的选择当中，我们没有把这些摆回去交在上帝的手中。所以也就是如此，我们看到在我们生命里面，甚至在教会里面，我们的选举是不是一直沦落在人的选择里面？不管是我们一直以来的长老执事的选举，或者是我们过去团契当中我们要选会长啊、选队长啊等等的，都一直陷入在人的选择当中。我们有没有把这些摆在祷告里面，让上帝来对我们说话？就像4年前、5年前那时候在选总统的时候，我也在挑战许多的人，你有没有为这总统的选举祷告？你的祷告只是求上帝要你选择1号、2号、3号，不是，是要上帝选择听你的，去听要选择谁，或者是我们回来求上帝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意在哪里，我们要选择哪一个。我还记得那时候也有某个牧者在说，不用祷告我就知道了。这不就是又沦落在人的生命里面吗？你真的知道上帝的心意吗？还是你害怕听到上帝的声音？所以这当中，当我们在选举的时候，我们要选举长老执事的时候，牧师也一直在提醒说，我们要为这些祷告，为这选举祷告，为要选举要选出来的人祷告。不单只是你在那边填了几号而已，在那边打勾或画圈而已，更重要的是把这个主权交回去给上帝，交在上帝的手中。我们人一直在抓那最低的底线，甚至要降低那个标准，一直在用最低的标准在选择，甚至是用我想要的在做选择，你们都要听我的。但是有没有回到上帝面前来？我们来看到那些顺服上帝，那些上帝所喜悦的，都是因为回到上帝面前来。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这以色列人分成2派，不管要立哪一个为王，这都是人民的选择。我们都是这样讲，这都是人民的选择，但不是上帝的拣选。我们一直在抓这句话，我们这是人民的选择，这是民意的所向。但是我们一直忽略了上帝拣选谁呢？究竟上帝拣选的是谁？我们看到暗利作王，那些拥护暗利的人赢了，在这当中势必是2选1当中势必有一个人出来，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暗利作王赢了，暗利作了王。提比尼死后，暗利就上位了。这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因此在当中我们看到，在这样事件里面，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而在当中，是不是上帝拣选了暗利？是不是上帝就这样子允许他呢？这边在记载说，犹大王亚撒在位的第31年，暗利做以色列王，他在位12年。他在位的这12年，前面的6年在得撒，在原本那个王所在的地方6年。后续他又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撒玛利亚。这边讲到说，他用6000块银子从一个叫撒玛的人那边买来撒玛利亚山，在这边建造一座城，按这原来的起名为撒玛利亚。暗利
比他先前所有的王犯了更重的罪，做了上主看为邪恶的事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暗利上来做王了，但是却又做了更邪恶的事情，犯了更严重的罪。因此在当中我们看到这许多事情持续的在发生，这许多事情一直在这当中在发生。我们看到从耶罗波安开始，他是上帝所拣选的，但是后续这些不知道是不是上帝所拣选的，但是都一样，一直在犯罪，一直在远离上帝，也或许不敢回到上帝的面前来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面对这许多事情的时候，不要这样子，让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，就回到上帝面前来认罪。这边讲到说，暗利比他先前的王犯了更重的罪，做了上主看为邪恶的事。后面又把耶罗波安拿出来了，他像耶罗波安一样，不但自己犯罪，又使以色列人犯罪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，不管是前面的先例，或者是接下来这个案例，都一样，都提到跟耶罗波安一样，不但自己犯罪，又使以色列人犯罪，拜偶像，激怒了上主以色列上帝。所以最重要的是，他们远离了上帝，远离了上帝，你没有这样的道德标准，没有这样的伦理标准了，所以就开始做了许多照着他想的状况来做了。然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这所有状况都起源于耶罗波安。耶罗波安他开始铸造了金牛，盖了这些神庙，做了这许多的事情，让众人去拜这些偶像。从这当中开始，把以色列人带离了上帝，离开了上帝，带领以色列人得罪了上帝，犯了罪，不再是跟随上帝。所以当中他们的王位也无法稳固。若不是耶和华的恩典，这些人所做的都是归于空。对我们来讲也是如此。若不是回到上帝面前，若不是耶和华的恩典，我们所做的一切也归于空。所以让我们在当中回到上帝的面前。圣经里面这边一直在讲的是，他们得罪了上帝，他们犯了罪，甚至带领以色列人一起犯罪，他们拜偶像，他们激怒了上帝。上帝这么大恩典给他们，他们却离弃了上帝，远离了上帝。弟兄姐妹，在这许多事情当中，你要怎么样来选择呢？我们看到他这样的状况一直沦落在那境况当中，最后12年之后，暗利的时代也要过去了。他的事迹，他一切的功绩，记载在以色列列王史上。哇，这就不太一样喽。新历里面讲到说，他怎么样做了那些，他怎么抢王位，他怎么样杀死前面的王，这一些都记载在列王史上。而暗利这边讲到说，他的事迹和他的一切的攻击，他依然有这些征战，有这些战争，有这许多事情在发生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这样的事情依然被记载在列王史上。他死后，因为他后面6年在撒玛利亚，所以他死后葬在撒玛利亚。他的儿子亚哈继承他做王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到这许多事情的时候，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些？当然我们会说，这样的事情我们是立基于基督信仰，立基于犹太信仰来看这整个事情。当上帝拣选了这以色列人，不管是北国南国，上帝拣选了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子民，祝福给他们。若他们愿意遵守上帝的命令，照着他的法律来做，这个位置永不动摇，这个位置永不动摇，永远是他们的。但这样的话讲了之后，没有过多久就变了。
从所罗门身上就改变了。改变了之后，这个国家就分裂成两国，不管是北国、南国，他们都坐不稳。北国一直在抢来抢去的，过了一代两代，后面就成为另外一家的王位了。南国也是一样，一直在这打仗的当中。所以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这许多事情，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当中好好的去经营、去面对？经营我们跟人的关系，经营我们跟上帝的关系，经营这许多的关系。而这样经营不单只是经营，而是去让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复合，让我们更贴近上帝的心意。因此在当中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样的走向。你愿意让自己摆在上帝面前吗？在这样的情况当中，你愿意回到上帝面前吗？其实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上帝其实一直都没有放弃以色列人，不管北国南国的，上帝一直没有放弃他们，一直希望他们回来。但是我们看到从耶罗波安开始到他的孩子，一直往下走，这几个王一直越来越远，一直出现跟耶罗波安一样得罪了上帝，甚至做更恶的事情，更过火的事情，在当中一直在远离上帝，一直在把人带离上帝。让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要被提醒，我们不要一直远离上帝，甚至不要带人离开了上帝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当中去看见上帝在当中要怎么带领，在当中是不是有上帝的心意在当中？其实更重要的，其实他一直没有讲的，这段经文里面一直没有陈述出来的，是期待王的悔改，是期待王的回归。不管是哪一个朝代，不管进到哪一个家族来当王，其实上帝在当中虽然没有提，但是一直在期待的是这些王能够认罪悔改。其实在当中我们看到，当他提到南国的事情的时候，其实有提到的，南国的王，有些王就开始跟他的祖父、曾祖父、他的先祖大卫一样，做上帝看为对的事情，把这些神庙，把这些偶像把它打掉，把它烧掉。所以这当中一直在呈现的其实是一个东西，一个状况，愿不愿意认罪悔改，回到上帝面前来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愿意这样子吗？你愿意让自己回到上帝面前，求上帝赦免我们的罪，求上帝祝福在我们当中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有一段时间来默想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今天的经文。愿今天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，成为我们的提醒。让我们有一段时间来默想。
主，愿我们的生命回到主你的面前，面对这许多事情，愿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，领受你的话语。唯有知道你的话语，知道你的心意，我们才能在当中来认罪，来悔改，我们才有机会来改变。愿主的灵就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生命被你来改变，让我们不单单只是在追求我们自己所想要的这一切，而是在追求你的同在。亲爱的主，恳求你就在我们当中来带领，让我们生命有你的同在。主啊，我们看到这许多的王，他们持续的在做这许多得罪你的事情，他们持续的犯罪，甚至他们带人一起犯罪，他们影响了许多人陷在那罪里面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看见主你的心意，让我们悔改，也带领人一起悔改，让我们不要做那些得罪你的事情，不要做那些犯罪的事情。如果我们做那些，也愿主你的圣灵来提醒我们，让我们在这许多事情当中来求你赦免，来认我们的罪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要将今天所读的经文成为我们的提醒，成为我们的借鉴，也在当中去看见主你真实要这样子来帮助我们。你期待我们悔改，你期待我们认罪，你期待我们回到主你面前。主啊，主啊，我们将自己生命摆在主你手中，也愿主你继续的带领我们，将我们的教会摆在主你面前，愿主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。献上我们的祷告，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愿我们每天都来到主的面前，来领受上帝的心意，上帝的恩典，也愿上帝祝福在我们当中。